学贵学校白话字课本儿童故事册第一册陈光辉编著第13篇鸟母会疼。树林内有真济鸟仔在唱歌，真好听，也有鸟仔囝在吼啾啾啾。有一只狗来伫树林内，在看有啥物通食。看到一个鸟仔树，有几若只鸟仔囝，伊就直直踏，直直跳，想要甲遐个鸟仔囝。忽然有一粒石头仔夹着迄只狗的目睭，迄只狗也疼也惊，该该叫，直直走。夹着狗的目睭的，毋是石头仔，是鸟仔母。伊见了伊的囝，互狗咬去，所以家己捉对狗仔目睭，互伊通着惊走去。鸟仔母就安尼死伫遐，总是鸟仔囝平安。鸟仔母牺牲家己来救伊的囝，咱的妈妈也安尼疼咱。主耶稣牺牲家己来疼世间人。爸母疼囝断流水。